Hello 大家，歡迎嚟到樂活人生系列，今日係第3集，主題：退休心理調適，開心唔開心，其實自己話事。點解退休後有人仲唔開心？以前日日返工，大家心願係等我退休先至真正自由。點知真係退咗休，有人反而喊，點解我覺得仲失落？原因有幾個：一、身份危機，返工時有人叫你經理、阿 Sir、Madam， 退休後冇咗呢啲態度，突然只係強伯、薰衣。有啲人會覺得我唔再有價值啦。二、日子太長，以前返工日子好快過，依家起身第一句今日要做咩？答案係無。咁日子就變得特別長。三、社交圈收縮，以前有同事吹水、茶水間八卦、lunch group， 退休後得屋企個雪櫃同你對話。幽默真實例子：一、退休無業遊民的尷尬。有位伯伯去親戚聚會，人哋問佢：你而家做咩行業啊？佢答：我專業排隊，去茶餐廳、去醫院、去銀行，樣樣要排。二、老婆變上司。另一位阿叔話：以前上司叫我寫報告，依家老婆叫我抹地。以前遲交報告，上司會黑面，依家遲抹地，老婆會黑面，黑口黑面嗰隻。三大心理陷阱：一、失落感，覺得自己唔再有地位。解法：重新定義價值，例如做義工、教孫仔功課、同朋友搞活動。二、無聊感，一日冇計劃，時間就會變無限 loop。解法：每星期設一個小目標，學新歌、整新菜式、行新公園。三、孤獨感，冇咗同事，少咗聚會，容易覺得孤單。解法：保持社交圈，甚至學用手機 apps 同老友開 group。四、三大開心自救法：一、早起任務法，每日定一個小任務，例如買餸加同檔主吹水5分鐘，咁一日開始就唔會空白。二、愛好再生法，細個想學畫畫、彈琴，因為工作放低咗，退休就係最佳時機，有時間有耐性，仲有 YouTube 免費老師。三、分享快樂法，心理學話快樂係會傳染，每日呻一個笑話俾朋友，或者自己拍段短片，朋友開心，你自己都會開心。笑住過日子嘅智慧，有句說話：人到晚年，笑口常開，病都行開。其實退休生活就係要將多咗嘅時間變成多咗嘅快樂。收尾金句：退休唔等於人生落幕，反而係第二幕上畫。開唔開心唔在乎銀行有幾多位數字，而係你今日有冇笑過？今日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覺得有用，唔該俾個 like、subscribe， 冚埋個鐘仔，分享俾更多嘅朋友，咁都會令我更有動力繼續創作。多謝大家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。